想象一下，我係大廈保安，如果每個出入大廈嘅人呢，每次都俾翻100蚊我做開門費，幾年之後我會成為一個咩樣嘅富豪呢？連接太平洋同大西洋嘅巴拿馬運河呢，就係咁樣嘅一條黃金水道。呢段世界貿易嘅咽喉通道，兩邊閘門每打開一次，就需要過路費折合超過100萬港元。所以巴拿馬運河係世界上最貴嘅收費路段。我哋國家嘅貨輪每年淨係喺呢度繳納嘅開閘過路費呢，就高達100幾億人民幣。根據巴拿馬運河管理局嘅數據，2024年經巴拿馬運河通行嘅船隻數目呢，就係9944艘，貨運通過量呢，就係4.23億噸，總收入呢，就係49.86億美元，即係折合大約港幣386億港元。於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一上場呢，就話要奪取巴拿馬運河，因為控制咗巴拿馬運河就好似搶到一隻生金蛋嘅雞，閘門一開一關就財源滾滾。巴拿馬運河上面有一共5個港口，香港首富李嘉誠嘅長和集團呢，自從1997年開始就擁有其中2個最大嘅港口，一個係位處大西洋一邊嘅克里斯托瓦爾港，另一個呢就係位於太平洋嗰邊嘅巴爾博亞港。2個港口因為位處喺運河嘅2個頭，所以位置非常之好。大部分進入運河嘅貨輪呢，都係呢度集裝箱運作。所以2021年嘅時候呢，和記再續簽咗25年嘅港口營運權，到2047年，打算長期握住呢一盤穩賺唔會蝕嘅生意。不過，當特朗普重奪巴拿馬運河嘅言論一出，就即刻令呢一盤必賺嘅生意呢，頓時添上咗政治嘅變數。今年3月4日，長和發表公告，決定將和記擁有嘅港口以228億美元呢，全部賣俾美國公司貝萊德集團。產業遍佈歐美23個國家，43個港口，一共199個碼頭嘅泊位同埋配套設施，當中包括巴拿馬運河2個重要港口。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嘅報導，呢一宗天價嘅大交易呢，係由96歲嘅李嘉誠親自督師。從生意嘅角度睇，李嘉誠喺特朗普講到明打擊嘅壓力底下，將港口脫手，避過無法估量嘅政治風險，係正常商人嘅考量方向。不過由國家嘅大局觀嚟睇，將港口賣俾美國人，唔單止影響中國，更加係為特朗普嘅巴拿馬美國化嘅計劃完美咁助攻。舉個例啊，巴拿馬運河兩邊嘅港口易手俾咗美國公司之後，只要佢哋改下一啲規矩，譬如每艘中國嘅商船通行嘅時候呢，每個貨櫃箱加50美元，一年落嚟呢就係幾十億甚至100億嘅損失。長此落去，中國嘅競爭力肯定受影響。2024年12月，美國出台嘅船舶法案，提出禁止對中國籍嘅船舶或者係中國營運嘅船舶施行豁免噸位稅同埋燈塔費。2025年2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提出而對中國啟動301嘅調查，要對喺美國營運嘅港口嘅中國船舶呢，每次入港徵收最高100萬美元嘅港口費。咁即係意味住美國財團貝萊德如果收購咗李氏嘅港口之後呢，覆蓋歐美23個國家43個港口199個碼頭呢，都由美國人控制。到時無論係中國嘅船舶，抑或係中國船廠建造嘅外國船舶，只要入咗呢啲港口碼頭呢，都要俾額外徵收嘅噸位費、燈塔費同埋100萬美元嘅港口費。咁對我哋國家嘅造船業同埋航運業將會係極大嘅打擊。全球超過80% 嘅貨物呢係通過海運完成嘅。目前美國喺商業造船領域呢，即係排名第世界嘅19位。每年建造嘅商船呢唔到5艘，但係中國而家每年建造嘅船呢就超過1700艘，佔咗半壁江山。中國更加擁有全球19% 嘅商業船隊，掌控咗全球95% 嘅海運集裝箱嘅生產。勤力嘅人喺度努力，落後嘅人追唔上，於是就決定去搶去打劫。
李氏將港口賣咗俾美國人，就好似向劫匪遞刀。從此，所有同中國有關嘅船隻都要留下買路錢。咁所以呢個係咪一宗普通嘅商業交易呢？對唔住，絕對唔係。呢個係一宗影響每一個中國人，甚至同中國有關嘅外國人嘅一宗沉重嘅交易。如果鍾意我哋嘅影片，請你撳 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想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同埋撳埋個鈴鈴啊！多謝大家。